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耶利米书第25章第15节到32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差遣。先知是一位奉差遣的主仆人，那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要人回转来向上帝。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耶利米书的经文告诉我们，先知受差遣出去，却是要惩罚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告诉我：你把我手上盛满烈怒的酒杯交给我，差遣你去的各国，让他们喝。他们喝了后会东倒西歪，疯狂乱撞，因为我要用战祸对付他们。虽然这样的工作非常容易让人质疑旧约的上帝是凶恶没有爱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苦口婆心差遣先知，劝告以色列人应该要回转，但是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远离上帝。就如同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5节的经文记载，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是差遣他们去传平安的福音。不过，一旦这个以色列人不接受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这样交代门徒，他说：如果这家人欢迎你们，你们为他们求的和平安就会临到这一家；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们，就收回你们的祝福。那不欢迎你们、不听你们说话的这个家或是城，你们就离开那里，把脚上的尘土跺掉。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遭受的惩罚，比那地方所受的还要轻呢。基督徒应该是跟随者，还是信徒，还是门徒，或是使徒呢？我们应该是哪一个阶段呢？我们简单的来分析，跟随者就是那一些很多人，他们都听说有耶稣，因此他们就跟着人家走，去找耶稣，听他的教导，看他行神迹，但是却没什么感动，也没有任何的归属感或是认同感，就永远这样跟来跟过去。第二个是信徒，这一类的人，可能他们有得到医治，或是蒙召成为了基督徒。他们不但跟随，也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可能仅仅留在所谓的相信阶段而已。也可以说，或许他们非常热心的参加主日礼拜，但是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委身或是追求了。第三个是门徒，
就如同起初12位门徒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一样，他们蒙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然后来跟随他，来向他学习，来服侍他。但是如果我们就停留在学习很会查经很爱灵修可是却没有一个行动的话，就会如同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他说：“我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却不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有什么用处呢？那信心能救他吗？”基督徒当门徒是不够的，因为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一个死信仰，而是要更进一步的活出来，否则就会如同耶利米先知时期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懂得要反省自己的信仰，自以为是的去敬拜自己的手所做的偶像。使徒，一个奉差遣的基督徒，就如同耶稣基督差遣了12个人出去。圣经记载说，耶稣差遣这12个人出去，吩咐他们不要到外邦的地区，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要到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受差遣的人的工作是什么？耶稣基督说，所到的地方就要宣讲，天国快要实现了，你们要医治病患，叫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然后赶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钱袋里不要带金银铜币，出门呢不要带旅行袋或是2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到供应是应该的。你们到一个市镇或是乡村的时候，先打听那里有谁愿意接待你们，你们就住在他的家里，直到你们离开那个地方。你们进入了一个家，就说愿你们平安。受差遣的基督徒要去忠实的传达上帝的旨意，无论是祝福，或是去哪里，或是预言惩罚，都是要顺着上帝的旨意。这也是我们这一群受差遣的人所需要去传递的。最后，我们必须被提醒的是，受差遣的人，你我应当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如果因为个人的感觉而不愿意去说严厉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如同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因为上帝的惩罚是临到各国的，这包括了以色列人，包括了各国的人，更包括了上帝所差遣的仆人。诗篇102篇第1节到第11节，
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在我陷入困境的日子，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立刻回答我。我的生命如烟雾消逝，我的身体如炉火焚烧，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我连食欲也丧失了。我呻吟叹息，我全身只剩皮包骨。我像荒野的野鸟，我像废墟中的猫头鹰。我睡不着觉，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整天辱骂我，戏弄我的人指着我的名咒诅。因你的气愤而恼怒，我吃如灰，像吃饭一样，眼泪混着饮料喝。你把我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生命好像黄昏的暗影，我像枯干了的草。但是上主啊，你永远掌权，世世代代将怀念你。你要起来，要怜悯西安，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现在时机成熟了。虽然西安已被摧毁，你的仆人还是爱他；虽然他已成为废墟，他们还是怜惜他。万国要敬畏上主，地上万王要畏惧他的威仪。上主要重建西安的时候，要显示他的荣耀。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但领受了救恩，也让我们领受呼召，受主的差遣。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受呼召的意义以及使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